最近有人問我咧，小買家喺 Amazon 上面賣首飾好唔好做？今日就直接俾個答案大家。如果咧喺美國做嘅話咧，千祈唔好做。我啱啱查過前台嘅數據，好多產品咧都係5蚊美金以下嘅低價貨，而且咧好多係做自發貨賣家，即係 FBM。更加離譜嘅係咧，佢哋根本咧就唔落廣告，亦都唔理評分嘅高低，淨係想靠低價咧去推冧成個市場。我同大家計下數啦，Amazon 首飾類固定抽20% 佣金，就當係賣3個4毫9美金咁樣計啊。扣完佣金咧，淨係得返2個8，計返港紙咧得返22蚊，仲未計買貨嘅成本啦、包裝費啦、國際運費啦，計落每一單利潤咧都唔夠 cover 個成本。如果睇完數據都仲想衝埋去嘅話咧，就真係祝你好運啦！想知道你心目中想做嘅產品喺 Amazon 上面賣唔賣到咧？參加我下一場嘅分享會啊！我會教你咧點樣睇爆品，仲會咧教你分邊啲係中伏嘅產品嘅。快啲去呢個 post 下邊揾翻條 link 報名啦！